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百度。为什么聊百度呢？我记得前不久不是开了一个重要的会吗？那个会上有几个以往经常参加类似会的人没有参加，所以也引发大众一些猜想。你比如那个京东的刘强东没有参加那个会，那很多人就联想他是不是跟美国那个事有关呢？在美国那个案子等等而这其中百度的李彦宏他也没参加，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百度不行了，所以这个舆论都在关注，通过这个参会还是没参会来看这个企业行还是不行，是不是要完蛋了。说到百度这是可以说互联网上的网友都是一言难尽。有人说百度踩上了所有的风口，但是很遗憾都没有吹起来，哪儿都有它，起一个大早，但是赶了一个晚集。这个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是联合早报写的，它标题叫李彦宏的缺席与百度的掉队。它这个文章的这个插图说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星期二，也就是2月18号公布去年全年营收同比下滑1%。这是文章开头就说那一次会议咱就不说了，对吧？民营企业大显身手，震荡其实。他说，然而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没有出现在这次座谈会中，因同为中国互联网巨头大佬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则亮相了，分别坐在首排左二右二的位置。如此高规格的座谈会，所谓僧多粥少，未能挤进门槛的知名民营企业家大有人在，如京东的刘强东、字节跳动的张一鸣等。但百度可是曾与阿里和腾讯齐名并列的 BAT 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居然无缘入场，随即引发各方揣测。路透社引述不具名券商销售总监说李彦宏缺席座谈会，已让市场担忧百度正失去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他说，星期一当天，百度港股收跌 6.9%， 市值在一天内蒸发掉了195亿港元。截至星期五2月21日收盘，百度港股过去5天累计下跌 7.6%。 他说，相比之下阿里巴巴、腾讯、小米、联想等一众科技股却正在享受近期 AI 热潮带来的泼天富贵。其中阿里巴巴港股星期五出现近10年来最高盘中涨幅，腾讯港股也创下近3年新高。这个小米就更不得了了，这小米好像是一下对吧，让雷军尝到了做首富的滋味。虽然只有短短的1个小时，但是你要这么一比较的话，百度确实掉队了。创立于2004年的百度，起初凭借搜索引擎业务崛起，并在2010年以超过 70% 的市占率称霸中国搜索引擎市场，成为互联网企业的翘楚。不过2016年魏则西事件一度使百度搜索的霸业蒙上阴影。这个文章说2010年百度以 70% 的搜索份额称霸这个中国，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它的顶峰。2010年开始它就在走下坡路，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2010年开始移动互联网开始崛起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让很多这种垂直领域的搜索也是叫脱颖而出。实际上百度的衰落就是百度缺席移动互联网，这是我的观点我们看这个联合早报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2016年魏则西事件一度使百度搜索的霸业蒙上阴影。2016年4月，患有滑膜肉瘤的21岁大学生魏则西在部队医院武警北京总队第2医院尝试一种号称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的肿瘤生物免疫疗法，借钱完成治疗后却出现肺部转移，随后因医治无效身亡。我记得魏则西这个事件当时闹得非常大。魏则西自称是通过百度搜索找到上述疗法，结果百度因为医学资讯竞价排名审查不严谨，引发舆论哗然，被冠上刊登虚假广告、社会责任感缺失的骂名，口碑和业绩双双重创。尽管有关争议后续影响逐渐消散，百度的搜索引擎业务并没有回暖。随着企业减少线上广告的投入，加上搜狗等新兴竞争对手的抢食、聊天机器人重构用户搜索习惯等多方冲击，百度搜索引擎业务发展前景
景显得愈发艰难。他说，最终百度在2023年4月将中国第一大桌面搜索引擎的王座拱手让给微软必应。流量分析网站数据显示，该月微软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37.4%， 而百度仅剩不到 27%， 从 70% 跌到 27%。 说眼见主营业务岌岌可危，加上在外卖、游戏、电商、汽车等领域的短暂试水得以失败告终，百度决定将目光投向 AI 大模型这一新兴科技领域。2022年 ChatGPT 问世，在全球掀起 AI 浪潮以后说百度在隔年3月率先推出首个中文 AI 模型文心一言。你说这名字叫起来特别拗口，就是不好记。我老爸文心一言还是文言一心，反正混着叫。这个名字叫的就非常失败。我估计百度恐怕还以为自己叫的很文艺文雅。发布初期说文心一言凭借百度的品牌影响力吸引大量用户和合作伙伴进驻，但随着时间推移，文心一言的发展和扩张逐渐面临瓶颈。你说百度哪个业务不是这样？百度什么都赶上了新能源汽车不是搞了个跟那个吉利合作吗？一个叫极越，无人驾驶百度有一个萝卜快跑，百度什么业务它都尝试，而且都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一方面文心一言采用订阅收费模式，一个月59.9元人民币的订阅费让许多用户望而却步。虽然目前文心一言已坐拥 4.3 亿用户，付费会员渗透率不足 5%， 也虽然它有 4.3 亿的这个注册用户但是交钱的不到 5%。 另一方面，文心一言在功能迭代上相对滞后，无法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百度在2023年10月推出了文心一言 4.0 后，长达1年多没有推出任何重大的版本更新，仅对模型做挤牙膏式的优化，这导致文心一言的先发优势在短短2年内迅速被后起之秀反超。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字节跳动的豆包、月之暗面的 Kimi、DeepSeek 等 AI 模型都凭借更高的性能、更加创新的功能，将文心一言远远抛在后面。他说，根据 AI 产品榜数据，截至今年1月，文心一言拥有1300万名月活跃用户，远远落后于豆包的7860万和 DeepSeek 的3370万。那这么一看的话，文心一言又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你谈不上优势正因为如此说苹果将开发 iPhone在中国 AI 功能大单给了阿里巴巴。好像这个消息一出这个百度的股价又暴跌了一下。日经亚洲分析说，百度之所以在大模型竞争中败下阵来，其中一大原因很可能就是云资源算力的不足。 AI 模型在训练和部署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云算力资源，而目前中国的云计算市场由阿里和腾讯主导，让他们在 AI 模型的开发中拥有巨大优势。尽管百度从2015年起大幅加码在百度云方面的投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3季度，百度云计算设施的市场份额约 8%， 远低于阿里云的 38% 和腾讯云的 15%。 此外，阿里坐拥电商巨头淘宝，腾讯旗下也拥有多款手游和社交媒体微信，让阿里和腾讯能通过将 AI 模型整合到旗下的应用中，加速其 AI 技术向消费端渗透，增加与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的砝码。然而百度在生态和应用场景上的短板，让文心一言难以在一众强敌中脱颖而出。说无人驾驶网约车平台萝卜快跑将是百度 AI 在真实商业场景落地的主要途径，但目前还是在起步阶段。这个萝卜快跑保不齐又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强敌皇四的 AI 竞争。说 DeepSeek 在中国崛起掀起 AI 热潮后，为了能够抢占这块香饽饽的蛋糕，不少传统互联网和电商企业开始一窝蜂的往 AI 模型领域投入，力求打造下一个 DeepSeek。 在这股叫害怕错过的这种思想氛围下，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承担在 AI 领域竞争中落后掉队的风险。李彦宏缺席民企座谈会所引发的市场反应，或许正反映出市场上对百度无法搭上这股 AI 热潮的担忧。说财经杂志福布斯分析
析，市场抛售百度股票，也凸显出百度在 AI 竞争中可能落后的问题已经变得更加紧迫。今年2月以来，李彦宏接连出招，试图力挽狂澜。文心一言从4月1日起向用户免费开放，6月30日起正式开源，百度搜索引擎全面接入 DeepSeek， 并发布文心大模型深度搜索功能。这个李彦宏曾经说啊，开源模型就是智商税。这个联合早报还专门解释了一下啊，什么叫智商税呢？他说，网络流行语指购物时缺乏判断力，花了冤枉钱及低智商的表现。他说，但面对中国 AI 市场的竞争激烈，他不得不妥协，将自家模型开源，以拉拢更多用户。百度还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下一代 AI 开源模型文心一言 5.0。 这些稍有落后的布局能否带领百度蜕变为 AI 市场的核心玩家，有待时间验证。但在不成功便成仁的残酷竞争下，百度已难以承担在 AI 热潮缺席多一次的代价。这个联合早报啊，他把百度啊调对这个人工智能进行了分析，但是啊，我对这个百度啊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啊，你要知道百度现在为什么落后，那你就得搞清楚百度当初它靠什么领的先。就是你现在说它掉队了，那言下之意它以前还是很厉害，确实啊，以前BAT 那个 BAT 百度还排第一个呢， A 是阿里巴巴， T 是腾讯，百度还是扛旗的。就那个时候在互联网行业里面，百度啊首屈一指。那现在呢百度掉队，那我们就要知道当年百度为什么能成为一哥，是因为它有什么独特的技术吗？它的搜索引擎那个核心技术更先进吗？是它跟别人通过拼杀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打下自己的江山？不是的，是因为谷歌的退出。谷歌为什么退出呢？这咱就不说了。作为一个搜索引擎，人家退出了，所以这个市场那就变成百度一家独大。虽然后来也出了一些，比如说360搜索，还其他的搜索跟这个百度竞争，但毕竟人家起步晚。我的意思就是百度啊，它巅峰时期达到70%的这个市场份额，不是它的技术领先，而纯粹是个意外。那既然它不是通过技术领先啊达到的这个占有率第一，它纯粹是一个机会机遇，那它现在所谓的掉队也很正常，就不足为奇。我们再反观啊，这个谷歌，我刚才说了，我认为百度掉队就恰恰是从2010年开始，整个流量是从电脑向手机转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电脑的销量也在下降，个人电脑啊，手机的销量在增加，而且是智能机。以前大家都在电脑上搜索桌面，后来都转到手机上。百度为了它这个叫移动互联网的布局，它花了19亿美金收购了什么91助手啊，这个当时是轰动性的新闻呢，花那么多钱，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参与，他只能靠收购。这个买不是问题啊，这也是对移动互联网的布局，从这个电脑桌面向这个手机屏幕转移，它要跟上形势。很可惜啊，又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你反过来看干了个啥？谷歌它搞了个安卓系统，就是你所有的智能机你都要用我的安卓系统，我开源，对吧？你免费用，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参与了这个移动互联网，它甚至是深度参与，牢牢绑定，对吧？你三星手机卖的再多，你都用安卓的操作系统，那安卓就是谷歌啊。就是你说移动互联网能把谷歌甩开吗？甩不开呀。移动互联网可以把百度甩开吗？那没有百度它会更好。你看一看啊，对比一下，都是搜索引擎，百度就是缺席移动互联网。从2010年开始，移动互联网崛起，实际上就是百度就开始走下坡路。我的意思是，百度它不是靠技术起家，它虽然是个互联网公司，但是它的技术，一个企业是有基因的啊，你不是干这事的，你转型也没用。那第二个呢，就是让人诟病的竞价排名。确实啊，百度的口碑就是魏则西事件开始急剧恶化。在魏则西事件之前呢，大家对百度也有诟病啊，都指责，但是呢，没有形成统一的声音。我以前跟百度合作过，就是在百度上推广，你就得买它的关键字，它的关键字就是竞价排名。比如说啊，你是一家医院，很多莆田医院呢，那你说作为患者根本就不会考虑到莆田医院，到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医院去治病，他都要去协和医院。那按照用户的这个习惯呢，他会在这个搜索引擎里面，他输入协和或者协和医院。按道理来说，人家只要搜协和医院，那出来的就应该是北京东单那个协和医院，没毛病吧？结果啊，百度过去啊，现在恐怕变了啊。我说的是过去，百度的竞价排名是协和医院这个词已经卖掉了，谁出钱高就是你的，对吧？我啊，把协和医院这关键字我买了。什么叫竞价排名呢？就是协和医院这个关键字对应的后面链接，你
协和医院他自己不会出钱买自己的关键字吧？人协和医院也不做广告，我啊出2块钱把协和医院的关键词买了，用户只要一点协和医院一搜索，它自动会跳到我这个医院，然后我给百度2块钱。哎，别人一看这个搜协和医院人多啊，对吧？那我也搜协和医院跳到我这儿来，哎，他出2块5，好，那用户只要一搜协和医院就跳到那个医院去。哎，我这一看不行啊，这流量没了，好，对吧？我出3块，哎，用户一搜协和医院也到我这来了。你看看啊，这叫竞价排名。这按道理说，协和医院你应该跳到正规的协和医院去，它不是，谁出钱高跳到谁那儿去。这是搜医院啊，还有这搜胃疼。就是我要做推广的话，我作为一个医院，我要知道用户搜什么字最多，对吧？我就把那个关键词给买下，我去参加那个关键词的竞价排名。这个百度它是靠你充值，你一次充1万块放里面，有的一个关键词啊200块，就是用户点一下200，从你的账户里直接扣200，哎，点个100次2万块没了，你接着充，你不充那就点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就跳到别的医院去了。你说百度多赚钱吗？他赚的这是什么钱呢？黑心钱。这个魏则西啊，他就在网上一搜，他输了那个药那个病的名字，或者是那个病的治疗方法，一搜好像就跳到哪个医院去了，因为那个医院给的钱多，买了那个关键字，结果魏则西好像花了40万吧，并没治好，这个舆论一下炸锅了。百度后来进行对这个竞价排名进行改革，但是啊，什么叫鸡虫难返？他就靠这个起家的，想改太难，既得利益啊，这势力太顽固，对吧？你把这个改掉，百度靠什么赚钱呢？有人统计过啊，莆田医院每年给百度推广费用是多少？就是买这个竞价排名，全国各地到处莆田医院雨后春笋一般的，这个跟百度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大家都竞价，对吧？一个关键字200、300，有的更高。那医院花了这么多钱推广，这个钱得从哪儿出呢？对吧？还得患者掏，所以就会出现这个莆田医院花高价去推广，完了之后把你患者给骗来之后，那就各种啊把患者当绑票，对吧？你的治疗方案跟你口袋的深浅有密切关系，你身上有8万就按照8万治，你身上有30万就按30万治，你身上只有5000那就按5000治。后来就发展成什么程度啊？贷款，对吧？在手术台上签字啊，这个各种贷款平台签字贷款，你看治个病并没治好，家破人亡。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我就是亲身经历，我家有亲戚啊到北京去看病，看眼科最好的就是同仁医院呢，那同仁医院就挂号很难挂的，对吧？我就去找人呢，想在同仁医院挂到号，哎，带他们去看，结果他们着急啊，因为同仁医院你不可能说能有号天天就看，他们还过几天，但是他着急啊，好，他们就在百度上一搜看眼科，说是白内障，一搜到一个什么医院，在石景山那边，然后他们就打车去了那个医院，那对医院来说那就是肉票啊，自动送上门，对吧？下模下样的把你一检查完之后，马上必须现在立即住院，就是你就别跑了，然后什么病都能治啊，你这眼睛是白内障，马上就做手术，你这个眼睛什么眼底有问题，马上做手术。你想想，你要正规的同仁医院，你就做手术还排队，对吧？他没有病床啊，手术还约啊，那个医院不需要的，马上就做。给我打电话，我说谁让你去的，马上就要回来，差点上当。后来我带他到同仁医院去看，同仁医院的医生说你这个不要手术，做手术没有用，保守治疗，对吧？有的你这个是糖尿病导致的眼底什么病变不可逆，你要治糖尿病不是治眼睛。你看看，如果不是及时给我打电话，那他手术就做上了，花多少钱不知道，反正是肯定手术做了肯定没用，白挨一刀，说不定还起副作用啊！这就是百度干的事。这是我说的，百度本身它没有那个技术基因呐，对吧？它这个市场份额是机缘巧合，凭运气啊赚来的，它要凭实力消耗掉，没毛病啊。所以他后面啊所有的什么风口他都参与，而且是参与的非常早，但可惜他哪有那么好的机会啊，对吧？这个机会怎么可能总是这个关照这个百度呢，对吧？你蒙对一次就可以了，你后面还能蒙对吗？对吧？凭的是实力。所以你看啊，后面他什么都赶上，但是什么都没有结果，都是烧钱。团购百度也干了，外卖百度也干，贷款百度也干，高利贷他什么不干？无人车、新能源汽车、大模型，我相信啊，这个大模型啊，人工智能跟百度啊恐怕关系也不大。现在百度唯一的啊有点优势的先发优势就是萝卜快啊，如果这个它再慢一点啊，再磨叽一下，保不齐国内又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出来，又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在我看来啊，他现在唯一还有点优势的就是萝卜快，因为他已经投入运营1-2年了，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是啊，这个行业也是日新月异啊，你稍微耽误一下你就落后了。这个百度啊，它就有点像那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富家公子，他有钱，对吧？他就是靠过去的那个市场份额，他现在27%的市场份额照样还赚钱，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广告。地主家的傻儿子有钱，但是你让他干啥啥不成，就是个浪费。所以在我
看来，这个百度啊，恐怕是慢慢的啊，就像那个搜狐一样，慢慢的没了身影，但是他还活着，没了任何影响力，翻不起任何浪花，但是他还有钱，大概其就这么一个下场，凭运气啊抢来的市场，凭实力丢掉。所以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啊，李彦宏缺席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咱们不得而知啊，猜想这个没有意义。但是百度的掉队那是板上钉钉，现在已经不是掉队的问题，现在是百度还有没有机会，对吧？继续活跃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里面，这都是个问题。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